南投民间产业观光发展协会举办着老相片的展览会，用将近2个月时间来收集着老相片，要让乡亲更加了解着当地历史文化。老师，你介绍着民间乡的历史，大家拢真认真地听。一办老相片的展览是希望讲透过老相片甲古文物，让乡亲更加了解民间乡的历史。 我会收集这些东西，是因为我是一个怀旧的人。打字机是我高中时期用的，因为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总嫌我打得不好，所以我就回来请爸爸帮我再买一台，在家里练习。透过在地业者甲热心的民众共同找找有记录地方历史的相片，将民间乡的历史表现出来，让民众知道说我们民间的过去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哈。 透过照片跟一些物件的模式呢，比较活泼生动的方式呢，把这些记忆这些历史留下来。透过这摆展览，相信会当让在地乡亲更加熟悉家己的故乡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